你覺得個市會升到幾多點度咧23000嘅24000到啦。咪貴冇乜問題啊，諗計咪懵懵閉啊，當店就要發威，啲錢就會繼續嚟。擔心一個市一升翻400幾點，會唔會趁呢個機會走個貨先咧？冇放到，睇長啲嘛。因為市場大把資金，冇其他投資嘅渠道，唯一投資渠道，一係債券，一係股市。啲錢係會繼續嚟，冇計係鬼食嚟啊，使錢當交水費啊，再慳奉勸各位，啲錢係會繼續嚟。但係傳統10月都係一個股災月份啦，怕唔怕會跌？你個人咁諗佢就唔會跌㗎啦，反思維呢個。我唔驚嘅，因為點跌都唔會跌翻之前海嘯嗰陣時㗎啦。如果再跌翻少少嘅都係調整嘅啫，等下咯。啲錢係會繼續嚟，萬事係放遠睇，啲錢係會繼續嚟，啲錢係會繼續嚟，啲錢係會繼續嚟。